花莲水尾乡的文旦3冬前，因为和中国政府检查到虫害佮药检的问题，禁止进口。花莲县政府经过一几冬的辅导甲改善，今年总算通过检验，会当搁再出口中国咯。甲火柜开开，内底一箱一箱花莲碎碎的文旦，拢是要销去中国的。甲养过无共的是，一箱10斤，较早是32左右，今年加关到420块。 非常好啊，因为去大陆的单价比较高，然后一次数量又多，对我们农民是很大的一个福音。介绍的加关主要是因为花莲县府3年前因为文旦油、虫害甲农药检查的问题，去互中国禁止进口了后，就开始调整甲改善，消磨的骹手甲精神袂少。今年通过中国官方的检验了后，加做台湾文旦的产区内底唯一一个会当销去中国的。官方嘛头一个甲全球真出名的小卖商合作。 花莲县农会在今年主要就是透过2个贸易商进口到中国大陆跟香港预计会有总共25个货柜。那主要的通路呢，也是属于大陆沃尔玛、山姆会员的高端消费者。因为风台严重酸糖麻豆产量减少，所以这个花莲的文旦正做市场的头一个选择。今年唔但销去中国，也佮有扩展其他国家的通路，希望会当增加国际能见度。 国内的市场之外，我们也积极的在国外来寻找通路，包含今年除了今天的这个对岸的启航仪式之外，我们也出口日本、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。根据花莲县农会统计，为8月底到9月初，已经有30外个货柜的量，准备要销去海外的市场。水水乡农会表示，今年文旦油出口的量大，嘛带动国内市场。目前市面上10斤一箱的文旦油，价格差不多75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